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明仔载就是国庆日，是咱国家一年一届国家大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事。事的意思就是咱人做的一切大细项代志。另外，大自然的现象，咱嘛会当讲是事。像咱讲世事、事情、事件，若能力，咱讲本事；结婚的代志，咱讲亲事。另外，还有一寡字典写事有一个鼻音读做代，像咱讲代志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事。头一个紧事看办，就是愈赶紧的代志，咱都要豆豆来处理，才会当处理甲真周至。第二个事无事使，某人讲是无路使，若较早报地去读做无路使，意思就是无路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紧事看办，你赶紧嘛无事使，船到桥头就自然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事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